啥？佮无钱哦。哈？英俊啊，你输偌济啊？你知无？你若佮继续借话，你真正摕厝皮啊摕起来我斗呢。我输遮尔济，我无骗敢会用的。好，有气魄，来。安怎？钱拢输了啊？哪会安尼啦？啊厝也无啊，啊地也无啊，我看你转去困好啦。困快变做一顶万袂啊！啊无你今仔日输这个囝，你想了敢袂起笑哟？ 哎，落去啊！燕子啦，你是走去倒位啦？林文生，啊，足久无见面啦吼。你是甲燕子带去倒位？伊咧变啊呢？啊，着带伊去社会行踏一下啦，啊，互伊知影交警吼生做啥物款。英俊，你走去跋筊哦？你这个唔正经，你这个良心狗样，你甲我死进去！就无啊说，你敢若真爱赶人嘛？你敢捌用赶过？敢讲你已经袂记你是安怎离开西亚厂的？你就无啊说啊，人若唔知会记你教训哦，一世人悲哀啦。我看你准备吼包花款款，啊去家顶做去食。你现在讲啥？恁囝吼，甲厝甲地啊，拢输了了去啊啦。啊，我足紧吼，就去办登记。恁得有心理准备哦。啊，无到时我赶人，唔通讲我凶呢。燕子，这个代志是毋是事实的？厝价真是拢自好呀！你要求死了！你看早这样看不起啊！你死了，我搞你断！你要求死了！你下面来害我了！你要求。
吼，实在有够艰苦的。哎，使啊，不如来互好人做囝，后出事啦！啊无咧大叫大看翻心的啊，莫讲啊啦，迄若像招我所因后生哦，迄就害了了哦。啊是安怎？啊，就一暝尔呢，好种咧厝啦、地啦，啊输了了，吼。啊你哪知影？啊，就迄个白天阿水啊，阿讲的啦，昨暝嘛我去逛着。喂，你也是警察局哦？我要报案啦！有一个做林文生的人吼，因兜伫咧开交警啦，你紧去掠啦！伫倒位哦？我毋是警察，我哪知伊伫倒位？规期就是咧开交警，你紧去掠啦！康嫂，因全头离掉，赶要去自杀啦！康嫂，啊，哎，安怎？一枝草有一点露，一枝草有一点露。英俊啊，俊啊，英俊啊！哎呦，恁旁乌白来了，别吵我啦，我死啦！开啦！我死要甲开我啦！起来啦！别吵我！开啦！哎呦，你去冲啥啦？开啦！乌白来哩，起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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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爱跋死好啦，跋甲会想要跳水，啊！财产跋了，即摆还要跋命。太转，卖过马英俊啊啦。我无路用，我该死，我是写过去。也袂啦，严重遐我袂甲你注册啦。你这条命爱留喺饲某囝，你唔通袂记你是有某有囝的人呢。饲某，饲囝。我即马啥都无啊！我是要客栈饲某囝。英俊，等伊回头开始啊，你莫失志啦，怪人主食，我后摆再趁钱饲咱一家伙啊！你莫烦恼，你莫惊啦。即马啥都无啊，连厝嘛无，以后看若要住喺倒。等下过后头找人转去啊。后头厝啊？是啊，上起码咱过后头厝头大嘛。英俊啊，你顶下知影通角起，
啊当初嫁你时，虽然并无教啥物嫁妆，但是即马事你食事你穿，你应该知影通满足才对，是安怎搁要安尼车盘饼嘛？我无嫌阿霞，我妈妈嫌过阿霞。但是恁老母嫌伊嫌甲臭屎啊！你若是一个查甫囝吼，拜托的，阮今仔日开始靠担当的，唔通互阿霞一个查某人来也爱顾，我也爱顾，顾甲搁恁老母嫌，你是有听无啦？内面迄家具要安怎？家长，恁烦恼啦，遐家具我会烦恼。开一间细仔厝，也去互赶出来；开一间厝，也去互霸占去。我饲甲你这个囝是足无路用的。妈，囝，阮是甲你斗找回来啊！你若是搁甲骂甲伊无情咧话吼，那我就唔知啊。蔡全，车顶物件款好袂？车顶的是较好管啦，车骹的吼足歹管的。卡啥？我来好来去啊啦！我真唔甘愿，我真唔甘愿。有钱有势是就摇摆哦，讲话拢分骗讲出来，啊等即摆落魄啊，再来靠讲唔甘愿，无影讲外用嘛。英俊，咱也去啊！一枝草有一点露，一枝草有一点露。英俊，敢会忝？袂啦，我是咧想讲吼，你为遮嫁出去啦，啊将规尾又搁搬转来遮大，我啥物拢也无互你。我有你的人，你的心，安尼就有够啊！无一定，这是天公伯专工安排的，互咱翁仔某以后生活吼愈来愈活，这就是咱上大的财产啊，对无？英俊，你的结婚手指敢有伫咧身躯边？是毋是跋筊死去的？莫搁问啊啦，你愈问我心肝愈艰苦。英俊，我毋是要责备你啦，迄骹手指爱找转来，因为迄是阮阿爸留落来的啊。啊哈，但我即马身躯也无半仙钱啊，我是要摕啥去换迄骹手指转来？我身躯边有一点仔钱啦，你哪有钱？都阿虎使互我的，伊讲我有心吼，惊我不管事拢用会着，所以先互我一点仔钱，慢慢再为我的心水要扣转来。歹啦歹啦，这钱还留咧身躯边啦。钱搁趁着有啊，迄骹手指吼一定爱找转来，啊若无，不管是我都袂安心啦。讲嫁娶挂一款手指啦，
真正是要笑破人的嘴。这个物件，人古早人嘛无爱。啊，若讲要送囝婿手指，凊彩嘛得像这款安尼，哪有够看啊？你想要甲我讲啥？我无啊。啊，无你摕骹手指，拄啊细细念，毋是要念我听。哦，你讲这骹手指哦，我是咧讲啊，好佳在英俊的结婚手指，毋是你送的。啊，若无结局，嘛是伫别人的手头。我是咧讲啊，像英俊迄款无路用的查甫人哦，一世人扣甲。你好亲像真爱甲无出头的查甫人相比拼吼。婉如，咱讲话敢一定爱靠东靠西，咱敢袂当欢欢喜喜来过日子啊？是你家己要甲我冤家哦，你事事项项拢要要啊！我已经让你真济啊！迄若毋是你不管是伫我的面头前，国英俊也偌好拄偌好，我毋是干那互伊破产，我要互伊死甲，连骨头拢找无空通抬啊！你真是啥弄多？我敢才有遐弄毒？你家己想看觅。咱翁仔某咧，面床头面床尾，毋捌甲我塞奶拌。啊你咧，开嘴合嘴，就讲英俊也偌好，英俊也偌听话。那安尼我是娶某要创啥啦？我甲你讲，这一切拢是英俊来害我的。我若无甲迄个人修理甲金死死，我绝对唔甘愿啦。迄是你多疑，你自较早就迄款疑神疑鬼的个性，毋是英俊害你，嘛毋是我爱插你。你讲我多疑？那安尼英俊迄跋筊迄暗，是啥物人去通知因兜的人的？你调查我？你承认啊吼？我只是凊彩问问，你就讲袂落去啊？是你因为你心内有鬼，唔敢甲代志讲我知，也是我多疑？你小人？我小人？是啦，我足希望我是小人的。我甲你讲，我带英俊来去跋筊，我就知你会绝对会跟阿霞讲的，所以我叫人去对你。有哪对阿霞？因为我袂当互任何人来破坏我的计划。我足希望你袂去甲阿霞讲。我嘛知影我安尼做是小人的做法，啊，毋过事实证明啊，我爱烦恼一点仔都无毋对。你心肝内还够英俊的存在嘛？我无，我去甲阿霞讲英俊跋筊，迄是因为我和你赌气，毋是为着英俊啊。你是叫我要相信你？医生啊，你现在足可怕呢！你根本就无法度去相信别人，甚至是我，你都无法度相信。你要叫我好好和你生活啊！